来是立法院长韩国瑜，早起是率领着国民党的立委，伫立法院头前反罢免，大声来喊口号，讲不管透风落雨，就是要来保护着民主。韩国瑜嘛，伫社群平台来铺文，号召着支持者，伫投票前的最后一暝，就是永暗重回开道。 南洋立委接见伫立法院，叫黄色的布条，要来一场反罢免的宣誓。赖素宝、林德宏、罗定伟甲李干秀等人拢在场。风雨无阻，保护民主。我们这些国民党的立法委员，31席全部被罢免掉，台湾的民主政治 将会变成怪兽跟妖怪，希望大家能睁大眼睛，共同爱护民主。立法院长韩国瑜、副院长江启臣亲身带队，率领南洋立委大声喊口号，声势真大。明天就即将大罢免投票，我想台湾民主已经到了最危险的一刻，前面再进一步就万丈深渊，退后一步，我想可以让台湾民主政治万事太平。 希望台湾民众能够擦亮眼睛。昨暝韩国瑜也伫个人社群平台顶发文章，搁在号召支持者今仔日上凯道道赞声，想要重现426凯道的盛会。4月20日，国民党甲民众党联手举办正独裁集会，南北支持者伫河中集结，旗海飘扬。 过3个月，明仔载就是投票日。罢免投票前的最后一暝，国民党鼓吹支持者集结，誓言以行动守护阵线，保卫民主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。